corn.
这是不地诺巴地热人肉的巴瓦，是不该有的巴瓦，是不该有的巴瓦，是我是的那巴呀，这是我干嘛是当的，是当的。哈哈哈哈！我刚才来，你说我这那么，你这爸爸妈妈什么呀？光北我们说吧，我去咱这话的呢，说吧，许多环东北岸的我们的东北什么这样都全家接了那个我们我就我都。我们咱乡头把没把这把些不进去就把那个大咱娘把说我们我们跟着我。那天你别那都找我来说我们我们看我那天你别那都找我来说那个什么跟着我的嘛那你别那都我们来说咱们是我的跟着我来就我们什么的那么是我的跟着我来我们是巴拉，那么是我的个的阿罗，我们是巴拉，我做的金角巴人家马拉山的我的金角巴兄弟上巴拉，这金角巴个将来了，山到我的金角巴金巴的，就是找我了全个我，刚进这么就把也就我拿的一个大大，我这金角啊。真是难办那多咱这些个把咱的把这种这老多嘛，老外确定老会讲，这今天我忙不上，这班的人这老上班去了，真是难了，真的是这人真是叫我今天都能自己养，都也养他上班。如果跟他结巴帮他这东西总这样干的，这些没办法。这个说了中间的让个流浪的梦个一浪的爸妈的，我们前不往中啊看到这流浪的本子的，也得你我说流浪中就让人家说的哇本跟他这个后本我们上班红我们该让那红我们该让那白我们该让那白红我们的红我们这边让的红我们上班我们该。干了吧，干了吧，我们要干了吧，怎么样让都要。让คน流浪从这这个都个人就在当我也没有当白天在我是做当家这两百万的。对，他们这做几个人这也难到老人，我他们这做几啥也老的从他们这做几少啊，什么的，他干嘛他上做几大也少啊，就是做几少啊，这也是一年那不把他们啥都没几多把结束，我个个也想家庭啊，就我们这边没事把完没事平常没事办啥了，那平常啊没大，家人做了刚这人做那了。红，我不是我觉得懂得没？我们那个没我万年在就在有我们的这个是叫人们去天有所过。
灌顶之前，首先的动机愿一切如母的众生，在此轮回当中，一切的众生都欲求得乐，可是不知如何寻求乐因养的人。那一切众生都愿舍弃一切的苦，可不知如何舍弃此苦样的人。所以一切众生因无明而颠倒，所受的一切的苦因一样。那我今天接受11面的灌顶，观音灌顶，愿一切众生能够脱离苦，都能得证观音果位，以此动机来听。这里光是就这里光是在了等于同一个看的人生呢，这里3的给加给了200杂是人生，这看的人生呢多往5个是这。
中间这个道路的，但是这把道路上让就出发的，让就出发的就打发，弄咱们的一些人吧，都把你把的意思。啊，别看啥，道路上都把，道路上都把，很撇起来。灌顶藏文的意思，汪意思。那汪的意义含义是在梵文里的话叫阿比天藏，那把它翻译过来就是多瓦跟路瓦，意思融合到多瓦意思说去除散除的意思，那么就去除一切的恶障，散除一切的怎么讲不够的业压在这里，能够使你的心绪清净养在这里，那具成为一个聚气具容器的一样在这里。一个灌顶之气一样的，所以路法意思容器到是成为容器的意思当。就打发了，用咱们了，一起就没吧，没吧。在具容器的里放入的智慧的兴趣一样的这里。人呐，除了那么大块钱的，一年没有通过看的天气，他在了，这个过去的出工中，这个3、7、8几层大面，就用明白的这个完这个。总的来讲，就是说以一个具格或者具象的仪轨，一个整体的仪轨来进行，使我们的运界处这不净转化成为物质一样在这里，成为四身，成为这样一个成果，成为这个灌顶众义一样。因为万国的各把的人帮着这么的去年江上的人记住你把这把你把这句叫万国的各把的这一把。而为何灌顶？然后舍弃，使我们清净，首先清净我们心绪的构障，是再次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具足接受智慧的容器的能力，所以这个能力成为灌顶，懂不懂？做这个接受的万国的都不容啊。你都把这话等拉说吧，来接这个，这等你把接吧。你讲出什么感受？上升给你，都把你把说话，忙。